行政议会将公布囤房税2.0的方案，也毋过在野党是质疑讲，选伫总统大选进前公布是选举的考量。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是强调讲，政策推动并毋是因为选举，嘛呼吁地方政府积极配合。也毋过有专家是认为讲，政府应该对上根本的税制，有厝价评定方式来改革。行政议会前日决定囤房税2.0方案，重点包含将县市规划改做全国规划，加法定税率调悬做2%到4.8%，佮要求各县市拢爱定出囤房税。毋过在野党质疑，民进党政府改革的时间点选择总统大选，加716开刀游行进程是为选举。之前全部都说，不管是说什么总归户办不到啦，囤房税不行啊，不可行啊。可是现在呢，好，马上办理，通通都可以做。全部都是因为选举到了，全部都可以。执政了7年多的时间，如果没有办法把居住正义给满足国人的期待的话，现在在做补破网的动作，我想国人绝对没有办法接受。不过，民进党立委会叫新北市是6都当中唯一无通过囤房税自治条例县市，话声地方政府应该甲中央斗阵落实居住正义。如果民众感受到的还是强度没有那么大的话，那更应该地方跟中央来加紧的一个合作，毕竟逐渐去让它实现，这才是一个重点。这个不只是为了选举，我们也希望还没有实施囤房税的县市，根据新法的版本，将来都要制定自治条例。以后平均每一户会增加到7200块，那我还是问嘛，就是说有办法买3间、4间、5间，然后每一间都几千万房子的人。你1年跟他多收7200块这件事情，就会让他觉得说我不要再继续买房子囤积在那边吗？专家是指出，建议推出囤房税政策，那地方政府议会无积极定出，真正间厝差别税率也真做无效，呼吁政府应该为调整税基、厝价评定方式等方面来做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